调整出来，王丽烟度做他家都是无限的。但礼拜有2日将安阳的重阳日的，告诉王丽要出发呢。王丽当到呢，每都每比刮到、捉到，公然特啥都要练呢，当强的手脚。张做喺当家嘅第二呢度来来去去，则一粒粒带点4点码嘅王丽。他吹咗未啊？知啦，慢慢嚟。一粒粒饱满的王丽，则放起来，再夹夹送到熄火场分装。那睇連嘛，和王丽表里離大學，天天在結貼，叫伊呢只國家嘅。啊，就投往兩甲出台北拍卖市場。啊，給出宅配本安尼送親，超市的啦。啊，給向過去就日本。做乜要安尼？啊，大。啊，王丽上位有太有先。因為大隻國家好食的王丽。泰式口味無紅藥，嗰種賣高伊嘅王麗也貼喺托高，將會有市場嘅競爭力。日本唔會太叻嘅啊！日本嘅呢，安尼家庭過少，啊嘅是過少，啊嘅都過少粒，啊按台灣人是過太粒。過後太粒嘅。尤其台北人好，一太一好啊！台灣人但是合3經典嘅泰王麗，嗰種國內嘅細高質，假使唔美好，一粒平均搶要10到15元。不過同樣嘅細高質賣到日本，假使殺氣也是偏安多。日本它小型果风味比较好，那它的糖酸比比较好。那在台湾来讲，大型果因为它果肉比较大嘛，那它的糖酸就比较没有来的那么好。不过它的果形就很漂亮。除掉一本王麗嘅泰式風味，啲生產嘅高長度，還靠照無同樣國家食品規定來做。比如说你要外销到日本，还是要外销到中国，那你要去找这2个国家、这2个国家，它的整个用药、农药的，它农药的使用方法，然后你要去遵守它们。对，那其实现在是要3个国家，因为日本、台湾跟中国大陆，我们合作社里面3个通路都来做。一下6批生產合作社，仍然大概有1200噸嘅王麗。720向外銷，唔過記得做起，但是以內銷為主，也是因為內銷家私冇問題而艱苦。这些基本我们也是累积了20-30年来，20-30年来，我们从1甲地啊、2甲地啦、3甲地啦，从这边慢慢的种，慢慢的扩张。以前是拢就用托运的做来销啊，但是那不平稳啊。很多人种凤梨啊，足多人种凤梨，种到他亏本啊，亏本把土地卖掉啊，周转现金啊。像现在国内市场1公斤可能它是40块左右，可是外销可能只有20块左右，可是内销有可能跌到3块4块，而且还卖不出去。因為各資源認識到，但將平農地區只有3500人公頃嘅王麗葉，唔但將面對國內產銷失分，還靠面對國外大家王麗嘅衝擊。我想啲內銷市場競爭都冇簡單，故所動作都選擇了行精緻化的外銷路線。因為在台灣來講，你只能去走精緻的路線，你走一般的傳統市場其實是沒有辦法比較，因為我們剛剛講的，在中國大陸的海南也好，在菲律賓也好，它同樣有在生產這些東西啊。可是我們如果要去走一般的批發市場，其實我們的成本已經高過於他們的末端售價，所以你只能走精緻路線。不過，喺行外銷市場，各資源也大拍角，對台灣的小農來講，真件當難，是要透過實體的力量爭有機會。因為我們的耕作面積不大。所以一定要透過中間有你，比如說有農會體系、有合作社體系、有產銷班體系下來共同經營，這樣才能有一個經濟規模的量，你才能去跟貿易商、去跟對方的出口的貿易商去談這個契作的量。
因为按药六天生产合作社除咗各户設計黃梨園案，更加攞26嘅農民簽約合作，本生產面積達到50公頃安多，來方便調節產期。你如果單一農民，你可能只能生產1個禮拜，甚至1個月，頂多讓你1個月，你的量可能就已經沒有辦法去供應這個數量。對，不過如果以合作社的方式下去經營，你可能一次能供應大概3個月、4個月的量，可以達到一個經濟規模。我有種這個17號啊，遐細長嘅19號啊，這個要夠21號啊，夠20號啊，4種啊，我4種。不過，像一樣嘅生產規模嘅團體，中國唔多。古數啲故事，因為黃梨農先出嚟攞傳統模樣嘅市場，做其他條經營嘅南海策略。若要挑落我，按你想着說，我就鎖開。即馬我認為講。那搁再講大陸產品各級來，等到要去較無空間，啊，所以唯有說有機的還有一線希望。意識到台灣農業嘅危機，幾天來自教育界推起過後，做放棄嘅慣行農法，開始專心嘅研究有機生產。專門負責農場行銷經營嘅賴業協作用，係用市場嘅行向。來結貼生產項目，所以長時間的植物有機市場是很需求的，像蔬菜、有機米，短期的，台灣是比較多，過多年得種種蔬葉、蔬果類，像那個水蜜桃啦，還是什麼的，樹木的，黃梨來到過少。唔過有機農法。唔係最講有機就好，但將係樣板結結黃梨園度嘅插草嘅主要動態項目。你這有機嘅，你完全農藥不能沾啦，你一沾下去，一噴下去，報告就出來了，好你袂偏執啦。但是砍草有那有伊嘅缺點咯，水你若徛樹時啊，水若排無出去會爛髒啊，咁咪麻煩。麻煩，到遐是則看安怎啦？看應該處理技術哦，看技術，平常時愛注意愛看，對，大家嘛看。用藥嘅從頭係農產品請知名嘅，一冇注意可能就本身佢建立嘅品牌了強強。像六體生產合作社為了控制產品嘅品質，故所啲企作一出現冇同樣嘅方式，但係有農民將負責前半段種黃梨嘅工作。一般的農民，你甲收購嘅時陣。它最主要，它伊要互伊用來增加重量，要伊用來增加重量的時陣，就是講伊用這種生長劑啊，生長劑成分的時陣，你甲噴的伊用來肉會較大，用來迄種肉也較大，也增加伊的重量。重量他們增加重量，他們以為這樣就賣得比較多錢，因是重量因為這個重量無重質啊，他們要那個重量。但是我們所做的跟一般的農民不同。咱的時陣，當間時陣，咱做這些時陣吼，咱要顧到咱的這個農產品的信用。農民可能他秋耕的時候下去生產，比如說像10月份、11月份下半年度開始生產，那到隔年的下半年度催花就由合作社來接手，那後面通路也合作社接手。那農民他只需要實實在在去做生產的這一段的工作就可以了。保證農產品的安全，也唔係單純的認證就來。希望以更加開放農場，讓消費者隨時都來看做農事。尤其有機的東西如果講認識咧農業也農場，甚至於拜6禮拜帶生意嚟農場看來了。看到安尼東西用去種誒，舊的桑，這個裡面水分比較少。水分過少控過久，控過久。都水分過少啦。我冇水分，那個麥玉山水分過多。水分多嘛，水分多就。對，都愛查安尼啦。就等於都買以前都會交代人講，可能應用線，馬上會蝕。保證啲農產品嘅安全問題，接下來就係行銷。希望農場除咗都係此產此銷以外，啲銷售嘅服務項更加需要到位人合作，
同時多一些嘅考試嚟貼錢。俺都安尼計好嘅，安尼托好嘅邊啊，啊大下看個強嘅，啊因來都看個破黃嘅，啊黃嘅魚啊都大顆嘅人都可以食嘅，都可以買啊。無天草係一個貼士，本一件有機農場嘅產品，當只賣都唔難賣。不過希望無因為咁樣就盡可能嘅生產，佢一定係維持作物嘅多樣性。無為種有4甲、黃梨3甲，其他作物大概1甲啦，係佢堅持嘅買幾多種幾多嘅理念。其實同路是咁樣講啊，慢慢來，一步一步來呢，唔係一日兩日的呢。像舉個例子，我哋來講啊，我哋米是啲5分天回去種安年濕到好，安年都要傳一傳十，十傳百啊。安年我哋都以生產帶動行銷，行銷又來帶動生產。因為講啊，我今年5分地的稻米賣不夠了，啊，我們明年就會預計種8分地或1甲地，莫貪心，慢慢地種，啊，小一道，愈做一道。唔貪心，無天草係呢道企業見到做得成功嘅因素之一。像係綠地生產合作社，也堅持一步一步來，用計劃生產來維持自家品質和銷售量。你如果全部要做外銷的話，現在那個量還沒有到那裡，對，所以我們還是走契作的模式，然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對，因為農產品不能說像它不像工廠一樣可以馬上生產，馬上接到訂單馬上生產。係用計劃生產，睇下本利潤做得按上嚟多，無論係有機也係外銷，啲生產嘅時節就見啲賣價是，唔可以因為國內嘅產銷失分，造成價是變通安態。像往來迄日啦吼，即個傳統的麥米，台北化價麥米加工1台斤，1公斤60塊，啊1台斤就是36塊，啊我係30塊啊，我係1台斤30塊，但是我是好價歹價攏安尼啦，但是因迄傳統的吼，頂位是麥米到60條1公斤，啊嘛捌俗加工4、5塊，啊阮就無這個經驗啦，因為波動太大。前1年就可以去規劃它的數量，那它的價格跟數量已經定在那裡了，那我們只需要照着這個計劃去生產，其實就 OK 了。所以它的價格算非常的穩定，然後市場也很穩定，對，不會像國內一樣大起大落，遇到量產的時候就滯銷，那缺貨的時候可能它的價格很高。綠地生產合作社外銷黃梨，按照高定業務成長33年呢，達到450噸。希望嘅有機農場因為擴大生產嘅面積，增加有機農產品嘅銷售量。呢台灣農業很也很愛嘅時節，佢哋點點嘅經營自家嘅藍海，行自家嘅路。